去年有一个越南来台湾读册学生囡仔，伫台湾实习的时发生意外不幸过往。监察院调查指出，讲教育部无确实保障实习生的权益。校外实习专法的草案，2017年就提出了，到大阁还未完成立法。监察院今仔嘛对教育部提出纠正。 去年9月份，一个来台湾读册的越南学生去实习工厂工作做事的时，予一台170公分的台车跌到不幸死亡，后续引起社会上认为新南向专班的越籍学生变做属价劳工的争议。检察院调查嘛发现，学校对实习机构的选择完全是无要求，无法度保障这寡外国实习工的安全，对教育部提出纠正。那合作的厂商的那个职业安全评估标准就是流于一张形式的不计职业安全的，就是你也不用减负任何一个职安的一个报告，就这个学生的工作安全以及厂商的责任跟义务政府不可以视而不见。 台湾欠工嘛欠学生，教育部有推出新南向专班，安排越籍学生来台湾读册，会当去工厂实习探索费。检察委员指出，教育部虽然有将校外实习纳入课程学分，不过真侪学校、工厂用实习的名义来应征学生劳工，人事成本较俗，阁无互因保障，造成真侪越籍学工的工时、薪水拢无保障，劳动的条件阁比移工阁较不如。他们为什么学工比移工好用呢？移工他就是要有加班费，只有一些特定的产业可以用，然后他要付就业安定费。那外籍留学生呢，就是用实习，实习就是20小时，他只有实习津贴，他不叫做工资。 另外，检察委员指出，教育部伫2017年就提出校外实习专法草案，不过到今嘛还未立法完成。最近一届是2022年将草案送入行政院，检察院呼吁政府部门爱注重外国实习生的权益，爱注重实习机构的状况，保障学生的安全。检察院除了纠正教育部，嘛请教育部甲劳动部爱检讨甲改进。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